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人拢讲即马做地球村，台湾和美国真密切的牵连。美国的股市起落，定着会影响到台湾的股票。是讲过去，咱台湾人讲台湾话，才会顶辈。因若咧讲到美国，意思是无相共哦。台湾话内底吼有几落句，拢用美国做话头，搁前捡出来，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互相来研究一下。有一句话，袂输敢若立起来话，人咧讲趣味的，讲叫做美国挂包，啥做美国挂包？咱来甲想一下，原来挂包外口是袂输敢若胖共款，中才夹肉。当然啦，你讲国情啊，挂包内底吼有土豆腐，还有盐水呢。毋过美国挂包内底原来夹肉，但是吼另外佫夹一寡美国的菜色啦，甚至讲吼一寡佐料、调味料啦。毋则讲美国挂包即句话原来就是即马素食店内底伫咧卖真死行的，咱讲的 hamburger 汉堡，也有人讲叫做美国挂包啦。毋过普遍吼，即句流行话以外，顶辈若咧讲美国即两字踏伫头前，台湾话是有一种解说，是有一种代表哦。咱若讲到美国，咱顶辈这时代就是讲吼，这较大项啦。是安怎对遮来？咱先来讲一句讲，咱有当阵啊，伫咧拌喙饮，有当阵啊，伫咧烧钱的时阵，互相咧讲的话，讲我无迄个美国时间啦，想就知。咱讲美国时间，就是讲吼，我无迄个量上时间啦。是啦，若讲到美国这两字啦，拢是较大项的、较长的、较大的、较久的，才踏美国伫言辞头前啦。毋则讲我无迄个美国时间，就是讲我无咧用啦。原来原因也真简单，就是因为美国人高强大汉，毋则过去台湾话讲一句美国啥物，就咧描写讲大汉的啦。我无迄个美国时间，就是讲我无迄个量上时间。搁讲另外一句，啊若讲美国西装呢，这立起来话哦。美国西装，美国人所穿的西装，国情安尼讲的，美国人高强大汉所穿的西装嘛，比较台湾人搁较大输啦。即句立起来话就是咧讲吼，有诶去跋筊吼，当来人问讲吼，啊，当迄个是输还是赢？啊，美国西装啦，就是讲免讲啊啦，美国西装就是真大输啦，就输真忝啦。这就是顶辈台湾人，台湾话内底咧讲的美国，台湾话所讲的美国，咱嘛看到讲，即几句言语是早前咱顶辈因提起美国所代表一种世界观，你讲看有影无？